赞！爸，这一届我咧代志哦，尽了够顺利啦。我咧想讲吼，你一定会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恁爸会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对啊，人个头家娘参屁都无放，我哪有可能讲会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啦？哎呦，爸，人伫咧讲吼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啦。咱送遐一礼物吼，反味来场嘛。我看伊表情咧偌欢喜咧，我搁详细甲看卖吼。伊有当时啊，拢用咱爸母咧甲你说的。用目尾甲我说，你意思讲恁爸有希望？啥物有希望尔？啊，等有我参这个文书啊，伫咧背后咧甲你斗支持，对不对？搁再讲文书是伊个查某囝，伊若讲伫伊个面头前讲几句啊好听话，你就绝对成功的嘛。那就拜托咧哦，恁两个吼尽量在后壁甲加油了。要若无吼，恁爸会抱着满腹的希望来，冒着一粒的失望倒转去，安尼就溜。袂啦，爸，怎么讲咱是爸仔囝对不对？对。我绝对会甲你斗相共，包伫我身上。加添者，加添者。我先来洗身躯啦。洗身躯啊，唔免招我啦。我来洗就好啦。啦，孙强，较讲嘛，阮这个唔正囝我若有效。而且你甲预祝我马到成功，会安那照伊讲话这么肯定吼，我有影有可能会当成功。何先生，咱这位伫这个所在，人敢是拢称呼你叫做李阿哥？咱借问一下吼，吼，我互你问，是安怎头家你死的时阵，你用你的大力鸡卵糕，缀着我小卵鸡卵糕顶完？好，那安尼我请教你一下吼。后人讲伫祝贺人的生日买迄鸡卵糕袂输，敢若迄落遐尼大尔，啊怎啊囥在遐？啊我迄粒遐大粒啊，莫怪讲我无看啊，我生生我怎啊甲跌落去啊？哦，我严重甲你警告，以后头家你生日吼，不准你搁送伊物件。我嘛严重甲你警告哦，你即摆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送你嘛送一珠珠就好，哈，你送一堆。哈，介绍遐尼济，啊那你叫我去卖花哦，还是你叫我卖一个腰子，卖一个这目睭人，哈？你也不要规气个官挂起来，即摆官吼，趁你人要在生的时挂起来摕来卖，还阁有介绍伫的。我跟你讲吼，头家娘是正人的头家娘吼，你嘛听我买送你，我嘛听我买送你，任何人拢听我买送你，是安那你会送你，我就袂送你，哈？啊，毋过头家娘是我心所爱的人啊！哈！头家娘是你心所爱的人，你毋着想看觅咧，看你伫爱伊，人伊有伫爱你无？毋管你有爱我无爱我啦，这世人伊就是我唯一的爱人。我咧警告我咧讲，你莫伤苦苦。恶人有恶报。咱即碗大头的生意哦，真正硬滚的。这拍算汤头袂歹，有你也有迄人客哦，大概拢咧食来食掉的。可见阮咱师兄哦无囥饱。你无听着你讲汤头食主顾的呢？迄无两步真系是要咱这才甲人白搭对无？哦，我看人客咧顺顺日日，我偌欢喜的。好大，好去啊！哎呦，番茄。这来遮食物件啊？嘿啊，你甲切两盘恁这招牌的卤菜吼，啊上青的甲挂几罐啊？好大，你是要做这啉哟？啊无恁这倒啊是咧摆好看的啊？无啦，对啦，我是想讲吼，啊好等下你这个新婚啊，食这路边摊唔知会哈无？会啦。安尼哦，好，水传，来，进来阿母，进，烧酒吼。我嘿，好，这有这几盘好袂错，先甲放来，来，小菜先拿用吼。那家己走来遮啉酒啦。啊，你煞袂晓看恁爸面相哦，都是人不准，唔才来这所在伫咧啉烧酒。即摆代志就进行较顺利啊，你是咧要做啥？顺利是头啊顺利啦，啊即摆向阳半路佫甲你塞一个听价金倒出来，煞唔知去拄到争执。爸，你去当着争执，嘿啊还，是啥物？啊，都迄个叫做什么李阿哥迄个啦。啊，你阿哥，好等下，你阿哥是安怎啦？唉，一言难尽啦。哎呦，你认真啊无？叫恁后生讲啦。都安尼啦，顺便讲阮爸吼，你介意恁表姊啦。好，啊，听阮爸咧讲吼，即摆向阳佫补一个什么李阿哥出来，这李阿哥吼，毋知暗恋恁表姊暗恋偌久。即摆吼，签名来讲什么，要阮甲阮爸收钱啦。敢有这个代志？那阮吼师爷真正是有咧暗恋阮表姊啊，也毋过我都毋捌听讲阮表姊也咧介意伊咧。
那照你安尼讲，毋如伊家己咧操蛋。对啦，啊，阮表姐做人吼，好当下你上了解，伊迄吼人好，尤其对伊遐员工哦，就足好诶，拢嘛足疼痛、足关心诶。迄哦，阮师傅你还阁吼咧操蛋诶啦，顶面对阮两个代志，还阁捌甲骂咧咧。哎，安尼讲起来，我还阁有希望咧。哎呀，你希望偌大咧？但伊是要来甲你比啦，对无？咱我跟你讲，你做阮表姐啊，阮两个阿某全力支持你。哎呀，在下感恩不尽啊！按怎要行？哦，你安尼甲我上一个上一个，啊，搁连咪要讲话，敢若唔讲话，你好真有代志要甲我讲哦。是啦，我是有代志要甲你讲，但是我阁唔知用咧讲也袂用讲，我可能是外头足艰苦的呢。那你哦，我知咧啦，你有啥物代志，恁母也唔知。你一定是想讲哦，你和明阳的这个婚姻的大事对唔对啊？那这你放心，这件代志吼，妈妈哦早就有心理准备啊。不过妈，你敢知影一半尔，我阁有一半秘密，你唔知影。啊是啥物秘密我唔知，啊你就紧讲。我想讲暂时先莫互你知影，到时阵时机若到啊，我就自然甲你讲。不过妈，你若听到的时阵，你毋通带一个呢。哦，是啥物代志我会去带一个啦。等恁母啊，细面看安尼啊济啊，有啥物代志当互我惊的？好啦，莫讲就莫讲啦。唉，妈，安尼无我来楼顶啊。好好，你去培养你的哈。好。头家娘哦，头家娘哦，赶紧的啦！紧的啦，你要走到后，甲迄个你还阁斗相共者啦。哦，真正袂出咧拍火，我是还落来去遐斗相共，是啥物代志啦？啊，算咧508哦，点2、3样菜啦。啊，你还阁哦，啉到咧忙酥酥安尼啦，啊，一个哦，真是也惊袂知啦，啊，规个鼎啦甲变变叫安尼，安尼是要安怎煮啦？你是讲你还搁啉酒醉哦？嘿啊。迄嘛咧奇怪，上班时间呢，竟然甲啉酒醉，哦，真正遐种毋是款的。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人讲，拢嘛是为着你啦。为着我？嘿啊。你啥物意思啊？啊，说嘛，你生日的时阵，人送你遐尔啊侪礼物啦，你食醋啦，心肝咧哦不舒服啦。哎呀，真正我要去拍败呢！当生日时人送我礼物，你哪有啥物唔对啦？爱是咧气安怎啦？足害！我紧来甲看觅，啊无若真正吼，迄菜来共插唔着，看要安怎着啊？拜托哎呦，拜托的啦，你这是安怎啦？哦，你着芳啊好啦。我菜是好袂菜哦。咱后无讲要炒菜，人一点零盘，啊你现在真唔对。你嘛拜托，你有够假无？伊伫斗啥？哦，李阿哥啊，我甲你讲句哦。自从今以后吼，你上班时间哦，不准你安尼甲啉到醉茫茫啦。啊若无吼，我就来请别人啦。甲你洗头路，叫你转去食咖啡。阿给你啊，你讲啥？我准备以后吼，我上班时间我绝对无啉酒，下班我也袂去喝酒啦，安尼好唔好？无你若甲洗头路吼，我真正血烧过了，全无望了。你甲当你才知影，真正了吼，本来你就已经无望啊啦。为什么你要臭毛毛？可怜啦。无还有个啥？啊，好啦，莫搁倒送啊。这样，行啦，我替你捧来啦。我知影，你拄则伫后壁有偷你两解泡菜了。你当初我啉酒时我唔知哦，508了捧去。好啦，小蛋，安怎啦？来啊！你去甲我监视迄个何先生。歹势哦，你送。我毋是你细汉的呢，我啥都要替你去监视。哎呦，拜托的啦，老同事了啦。我袂互你走白工啊。来，5000块互你做行路费。是5张发票啦，毋是5000块啦。哎呦，免啦，当事免安尼啦，我无遐尔啊现实啦。啊，你是要叫我去监视啥？你甲我注意哦，看伊有去约头家娘哦。若有约出去吼，你看伊有去啉咖啡，还是有去看电影，还是讲手牵手吼去散步，是讲吼伊有去开宾馆，去遐去甲我注意看头家娘有打巴走无？
是查甫啊是？是。是。啊，搁过来，坐过来。哦，我不会跳啊啦，人袂晓跳。你看我拄啊踩一水啊跋倒。搁跳一个啦，咱要紧豆豆仔来啊！是讲文章，我即摆吼忽然间有一个想法，我咧想讲吼，咱结婚迄一天，是毋是咱先煞开一个舞会？你甲想啊，来参加咱的婚礼，亲戚朋友一定足济啊！啊，即摆酒来啉煞吼，大家跳一下舞，迄气氛一定足好。要毋过场面遮尔大，一定会开足济钱的呢。无要紧啦，啊，当阮兜的环境吼，开遮算南山的尔，面子吼做好有够较要紧啊。哦。来啦，我搁改条，像拄只安尼啦吼，你顺顺安尼说过来就好吼。你手莫放哦，吼，会记手莫放吼。对，音乐，我你即摆咧创啊？安尼咧创啥啦？哎呦，妈，是民用啊，要教我跳舞啦。伊教你跳舞哦？毋是讲妈妈无爱你跳舞啦，咱这是女社呢，啊，恁两个伫遮跳舞，哪去互看到？生什么体统？妈，阮知影毋对啦。啊，该卖跳就好啊。知影毋对，搁徛咧遮。有兄啊，未来场嘛，我有件代志吼，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讲啊。是安尼啦，啊，既然吼，你甲阮爸爸吼都拢真赞成我参婚俗做伙啊，要阮结婚啦，我咧想讲吼，你是毋是通拨一个时间，啊，阮爸爸吼，甲你参详一下啊，阮订婚的代志。啊，有好啦，你等甲恁爸爸讲，讲叫伊哦找一个时间，找一个所在，我要甲伊讲这件代志。来姐啊，未来亲家啊，志明啊。未来亲。好，人来啊，我来去传恁盘。好，啊，坐遐坐啦。来，坐。多谢啦。好大个，这哦，人家即摆足少，啊足肃静的，气氛偌好诶。轻声细细就听有啊啦。来，好啊！来，恁盘来，你甲无看不正经诶。我来传别项吼。好，多谢。酒啦，你点仔三啉啦吼。未来亲家啊，是讲嘛，才咱两个人尔，啊，你哪着穿甲遮澎湃，啊，搁有冷盘哦。我就想讲吼，当咱也熟识遐尼久啊啦，搁恁查某囝甲阮后生哦，大家拢交往遐尼久啊，我也毋捌正式安尼请你出来食一顿饭咧，是讲安那食饭安那开讲啦，来，无我敬你一个啦。多谢你啦，是讲吼，咱两个人吼，实在腹肚嘛无偌大咧，嘛底无遐济咧，安尼我敢若有较浪费啦。无要紧啊，迄菜济少拢基础无要紧，只要你若会当欢喜，食会落食袂落拢无要紧，若食袂落，囥咧甲看水，囥咧看水就好。迄时阵尔合作的是吼，咱即个未来的即个亲嘛。我是听阮后生你甲我讲啦，讲你讲约我来即个所在吼，有要单独讲关系到恁查某囝甲阮后生两个代志，毋知你意下如何吼？未来亲家，这哪着搁问啦？我是讲哦，咱两个少年的吼，着安尼真相意爱，对毋对？其实吼，安尼啦，互你拣一下日子，看什么时阵要订婚，什么时阵要结婚哦，拢互你来决定啦，安尼好无？迄无啊喏，煞通安尼讲，这么查某囝是你的咧，你搁单生即个查某囝尔，你嘛着爱参加一寡意见才对啊。我是讲哦，袂要紧啦，都规矩互你安排啦。你安怎安排吼，我着安怎做啦。要安尼哦，哎呦，你我真够尊重迄个查甫人的意见哦。来，我来扭一杯啦嘿。安尼吼，多谢啦。有菜啦。我真正有生气的啦。那你气死应该啦。早就甲你考劝啊，人家头家娘对你根本就无意思啦。是你家己一个安尼对人安尼高高低，你竟然嘛气甲安尼？我咧甲伊高高低，是对方安尼炸入来吼，你甲我高高低啦。无哈鲁哥早就嫁互我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世人我若无娶到哈鲁哥吼，我真正目睭都唔冤客啦。真正，世间这摆是无查某啊呀！
你袂晓找一个讲哦年情无厌的，吼，安尼一世人安幸幸过日子，啊，毋是足好诶。你情无厌，啥物情无厌啊？我跟你讲，除了下落课，任何人拢免甲我讲。我甲你讲啊，我即马吼是安尼有喙讲甲无烂，以后你的代志我也无要甲你插啊啦。你想我先卖插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做你，爱做爱。你家己就这样慢慢去，慢慢去，气要死。笑死人！拜托咧，我跟你讲，我甘愿对。烧酒一杯，过一杯，啉了爽喂。好势，喂，哦，伊搁伫遮咧等车。啥物咧等车？今日酒啉了有爽吼。尤其是吼，甲迄个有气质的族人，参迄个高尚的富人人，伫咧啉迄烧酒吼，啉着啊特别爽快。迄酒真甜哈。哎哟，莫讲酒甜啦，酒毋若甜哦，佫芳哦。虽然讲料理无讲介好食，也毋过吼，迄烧酒啉起来是有够甜，有够赞的。歹势，开迄档啊，咧煮料理迄两个是我的徒弟啊了。迄两个就是你的徒弟啊。我因师。莫怪讲，就是有迄落两公师傅，才有迄落两公徒弟哦。迄煮出来的菜哦，迄粗巴厉害啦。迄剁迄菜袂输敢那剁猪菜啦。啊，掺迄落毋知什物料理啦，迄根本就咧饲猪的嘛。对，真正是有够烂吼，有够烂，敢那喷的。都是咧饲恁即个猪啦。